新闻头起先来看外界咧传讲，这4月开始，一般的家庭民生用电拢被起价。这第二到底敢会起呢？经济部长郭志辉讲一定会起价，不过袂亲像韩国的电钱起遐济。经济部会想办法，互物价卖超过2%这条通货膨胀的警戒线。调整电价应该是势在必行，调整的幅度到什么程度，这个可能还要经过再更详细的讨论嘛。部长，您同意我的看法吗？完全同意。经济部将伫月底召开电价费率审议会，电价敢是要起？经济部长郭志辉早起伫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表示，完全同意立委的讲法，电价一定要起。我们应该是不用涨那么高了哈。我们当然刚才委员所关心的这个CPI 的部分，它电价的调整多少会影响的这个影响因素，所以我们会想办法。根据统计，台湾民生加产业的平均电价为2008年开始出现较大的变动，7月、10月连两起比去年同期2块2角4，一块仔起4角3，刷落来2012年、2013年，各起10.41%、8.49%，为2015年到2016年是连3降，刷落来为2022年到2024年，各出现8.4%，加连续2摆起11%，单价来到3块5角4。因过就惊电价一起，物价跌咧波动，经济部进一步强调，即摆会想办法详细算，希望物价年增率唔通超过2%。另外，郭志辉也强调，经过评估，菲律宾正电的可行，目前成本5块半，因过经过评估，日本厂商年底就当做到10兆瓦度电贵，成本存1块2角5。停掉核电，对不对？核电核1、核2、核3，一年大概就多花了1000亿啊。它占的我们的比例并不高，那它的运转是不是让我们台电可以赚钱？我想我们这个还要再评估一下。各界提出办法救台电，核销董事长董祖贤提出，若使用核电，当年会当替台电省上1000亿。对此，经济部表示，若立法院通过核管法修改，经济部甲台电会按照法令执行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